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本日日头下日讲讲嘅节目。今年系初年，我要嘅同事啊，去买一本嘅东江嘅露出嘅研法，嘅地图嘅图啊是从系嘅露出食葡萄、露出咸千类、露出头青，又系讲露出调公公。咁我看过后啊，知道非常嘅正，啊非常嘅有意思。当然对露出也有新嘅想法。用人讲咧，因为了我头摆对嘅露出嘅形象啊，多么强弱。我头摆看过一本国外嘅小说，按到文字，佢调度讲到啊，因为露出带来嘅平，去到嘅规则上市嘅人都死体咧，所以嗰只上市嘅人，老外嘅人对嘅露出嘅形象是好唔好。咁過嚟冇想到對啲花人嘅傳說地圖咧，露出係完全冇強嘅意思哦，佢係一種會帶來錢財撈子孫嘅吉祥動物，其實係都有意思。今半日，你透過人嘅講這個搭嘴鼓，我嚟講嘅是撈露出有關哦，非常係精彩。你哋下細到強下攞去看一睇，咁你透過人嘅講這帶來嘅精彩嘅搭嘴鼓。日頭哥，新年好！新年好，新年好！兔年行大運，兔年行大運，恭喜發財，恭喜恭喜！紅包拿來，紅包，好，我就是講到紅包，精神就來啦哈。當然啦。你都做乜嘅啦？無限啊？無限乜嘅？無限啲嘅啊？唔來當都喎，來聽數一下，老啲啊，掉好，幾多嘅啊？各條都好。日頭哥，過年前我哋發見啊人哦，老爺變到槍槍呢，好根本嘢按後彈唔講人哋，老爺翻上菜米亂fit，真係動搖輸人啊！看清楚，你啊唔係翻上菜米呢？不管黑唔黑啦，老爺變嘅米啊鹽，青菜亂飛哦，你就冇應該啦。唔多你真件啲，啊真件唔啲啦。點啊㗎？佢俾 Q 啦廚記啦。根本嘢出去啦。啊？唔係初三係？你漏電筒嘅樣咧，你哋個唔係電筒哦，得過年幾點講青菜乜嘢啊？不管係初七啊初三啊，橫車你係講古咩？佢花崗岩初三嘅安布啊，叫攞出頭前啦。兩年咧，你除咗老咧啦，翻衫啦、糕餅啦、鹽啦，為咗骨頭。本攞出食，人都攞出本錢。表示講咧，你兩年咧係風俗，尤其鄉下鄉俗風俗，又係一種嘅習俗啦。係啦，呢啲咁講法。譬如年咧，馬馬虎虎過就算嘅啦。唔過竟然係初年啦，一天要攞出啊，搞白，攞去打好關係啦。見識咯，啲人係發現呢個老爺飛到咬卡木角啊！飛到咬卡木角嘅攞出全部做咬卡來。攞出嚟咩渡河嘅？攞出咬卡嘅渡河。樣講嚟講去啊，講得多啦，攞出嚟偷錢啦，老攞出嚟搞白啦，原來根本就鬧攞出嚟嘛。你講係鬧攞出嘅？佢冇你乜嘅意思。忘出啦，竟然係初年，我汽車回答所有有關攞出嘅敏感問題。現在呢個東西呢，一老初年有乜關係啊？有啊，竟然係初年攞出最大，萬一係跌水機啊，幾年嘅福氣啊就會出問題。原來你講下嘅哦，生意地位較好啦，冇聽人講係。隔牆有鼠，你自己咧膽小如鼠。我見過我，我最惱人講係搶攞出。生意上手地度啊，攞出嚟做頭呢，樣誒，攞出嚟內邊本看唔順眼啊嚇。哎呦，生意上手地位度啊，各有專長，出嚟攞出。你是不要小看老鼠沒有哈？我不是小看老鼠，但是因為啊，老鼠那麼小，非攞出。兔年，我就老講攞出嚟，攞出嚟呢係生存力最強嘅動物之一，佢嘅競爭力哦比其他上手嘅動物哦還要強哦。所以講起啊，一出東關，萬夫莫敵。哎呦，講佢強，也唔是就傻脾氣咯。講法愛有理
宜水木爱改皮，俺一讲句讲法，唔要凊彩我弄怪嘅咧。啊，咱讲啦，个凊彩讲生意上手地步度的一种通货吼，攞出就熟甜甜。好啊，给唔讲啊？嘿，俺就来讲牛诶，牛诶会甘甜，攞出诶会无？攞出嚟唔要港铁，唔过攞出嚟要专题。诶，来讲老虎动态力，攞出当东西。但是也算是一种彩票啊。哎呀吼，一啖西看到无参西就走到米下市，有人都金鳞报名。诶，你讲个土诶，土诶会打龙，你讲咩啊？高土三龙。老鼠我都表红大孔，有几个发讲老鼠生的儿子会打。再来呀，真能对。再来呀，讲乜你系稍微讲龙啊？龙做的电田。龙电田。老鼠会无？老鼠老鼠唔係電田，我係同同乜嘅嘿，因為頭擺農業沙飛啊，老鼠嘅動刀啊，故所研究上先講，呀老鼠嘅有靈性，都係算出未來嘅財富。而家個好點點嘅，看到櫃太強嘅老鼠嘅都嘅辦法嗬，就表示會有乜嘅天通啦，乜嘅財富會發生呢？你有聽講呢一種說法咯？係啊，故所講老鼠嘅做得統靈。我講啥？嘿，啥呢？夾個嘴啊，做得律法。哦，故所夾嘴做得吞比下太東西。你講咩啊？先不叫沙吞香。嘅係讓老鼠嘅軟骨頭，你看到老鼠嘅都流得喺度跌一下嚟嗬，你就聽到小聽你冇羅真通冇事情，師傅啪啪啦，拜拜。兩點啦，哦，2點5點鐘防水防身。應該是幾你？嗱，我意思啦，你講馬樣嘿，馬做得翻山過嶺，做得行千里。嘿，呀老鼠嘅嗬，都有乜嘅踢下拖啦、出水橋，都係當資源，好多無田里。你喺沙地出嚟講羊啊，羊係做得反哺困難。老鼠嘅飛檐走壁。係為做得行業。老鼠係要嚇你。唔咩啦，老鼠係要嚇死你。嗰啲小孩子喺看到老鼠嘅嗬，開啦！有個很爽啊，老鼠嘅爽啊，嚇得嚇死你咯。嚇你講幾題作，鼠呀行，叫來夫，鼠來寶。豬樣嘅啊？接下依啊，唔接啦。豬夾索。老鼠嘅嗬，都係用呢。自己要叫。嗱，老講一條老鼠嘛嗬，一台做得供5到24條嘅細老鼠嘅哦，30日到40日就開始繁衍後代哦。有人算過呢，一條老鼠嘛，一年做得供5000條嘅細老鼠嘅呢，孫呢啦、孫啦、神嘛、食嘛，到算就算唔清啦。你講事啊？老鼠安會叫啊？講老鼠嘅數量多過年嘅時間，然後你搶食物，韓國話佢哋輸水橋爬嚟爬去，韓國垃圾袋啊走嚟走去，然後個偏權啊，帶到哪去傳染不配啥？威脅到人類嘅時間更樣嘅晒，我就應該去滅除。對啦，都條擺傳統文化地度嗬，老鼠嘅嗬，多子多孫，表示哦健康長壽啊。哎樣嘢，有人講當到嘅年花有冇？就挖哦，大細老鼠嘅哦，特質一樣，圓滾滾、皮膚正正嘅。哎呀，跟樣嚟講咯。佢表示哦子孫滿堂啊，人講啊，鼠胎秋豐年啊，老鼠嘅血到皮就表示啊豐鼠年。還有雕刻哦，有老鼠嘅扮年波嘅呢。咁乜意思？表示鼠來報啊，因為老鼠嘅當口哦，扮得以為冇嘅啦，佢十二年後就考起來走財進步了。老鼠嘅子孫滿堂，秋豐年，叫做咧走財進步。係啊，按講起老鼠當吉利咧。係啊，我鼠年哦就當吉利啦，就表示哦過年嘅運勢鼠年下來會較好。聽你講，聽按講以後啊。我對老鼠嘅印象啊，你觀念啊改變了。係嘛？我講真嘅，你頭講老鼠係老唔窮樣嘅。咩啦？意思講嗬，雖然嗬廿年前確實有貢獻。同呢條貢獻，
你的客家庄太监都低。家门呢，老厝有嘛贡献？伊就提供上通嘅画面、丰富嘅灵感，当多那个生意啊、老古年意啦，就同老厝嘅有关系啦。生意。老古人言，比方讲你头讲人家3年沉迷出没，你还处处给闯嘞，头老处，你还老虎头老处你嘞，你用包处咬布胎，你长娘了，读到死老处，一两老处快一分钟，你嘿多给老处年纪很大，老处叫咩话假慈悲，你给我老处啊，赶快喊死，你神气上空诶！哎呦，神气上空，可以骂到啊，无空壳，你妈神气啊！现在人讲其实家这条生意啊，老古年意抢个老厝诶，对人类贡献呢一部分听听呢。有意思讲，还有配个当然啦，老厝诶还会解梦。解嘛解梦？因为头摆人啊，因为讲老厝诶做得先地未来啊，讲古时候就讲，你讲本梦梦到老厝诶，就表示呢，天公都在暗示你咯。你讲做得解梦，了解其中嘅意思啊，就做得算出未来嘅运势，起吉辟凶。哎呀，天啊！系啊，不过嘅头摆人咧讲法啦、传说啦，我喺咧冇乱讲，喺冇人我讲系散布迷信。呀，仲当神仙，唔结讲啦。唔好啦，一種無證據嘅講法迄講出來，講唔出嘅萬一負責任啊！哎呦，你啊，電視地位都當到一八卦新聞咯，有嘛證據，有嘛人負責？哎，唔好啦，唔講啦，唔好啦，唔正即刻講啦，唔怕啦，冇這樣。以下言論不代表葉光姐本人的立場。做不到。啲嘢一定少埋比方講啲本夢到也咩話捉到攞出嚟，真的啊？就表示雖然也遇到困難，不過呢唔是少，不久嘅將來呢，你就都得化險為夷。你講本夢到嘅死攞出嚟你阿伯慘咧，冇，廿時就搞好遠呢。你講本夢到嘅攞出嚟，當清楚看到迄個碰米處啊，真的嘛？就表示人嘅大餅啊，會有肥波你講看到嘅唔係碰米處，係當清楚嘅沙香處，就表示人嘅事業行下會行好。跟住喺本夢到鬼拳嘅沙響處神拳傑出，跟住嘛？神拳傑出，跟住就風土泰山，研發施法。跟住就準備太難臨台。你講咩啊？佛在一家，假應龍化瓦。有。有。想唔到咧，全部啊，不樣啊，不係隻怪夢。哪個夢？叫夢哦，嘅地方度啊，佢書包裝要寄一條細路出嚟，佢哋聊佢哋啲嘅狗呢？也不讓夢到你有乜嘅意思冇？有呢。你乜嘅？佢見一響，恭喜恭喜，恭喜乜嘅啦？也不讓恭喜你呢。你講嘅，頭拜年到啊！我哋因為電話不要記到寫，係咪叫一唔會叫啊？其他人啊！有錢這樣我呀，這個改變進步啊！老厝要改變了適應呢。嘅有呀，我所講現在嘅老厝比台灣老厝少價當多咧。冇，多當多。還較多了。也做得講嘅呀，儲備萬行。儲備橫行。係啊，因為舊一代老厝嘅見淘汰啦，新嘅老厝就見出現啊，也就唔單止有新嘅能力咯，還專門講究呀專業分工。那是什麼屬？什麼屬？比方講，有啲位老厝嘅專門屬體色啦，廢物利用啦，也係乜嘅屬啲嘛？那什麼屬？環保署，有條老厝嘅專門物體打樁擦擦嘻嘻。那是什麼署？營建署，有條老厝嘅管規矩，大家看到佢就立正敬禮。好，那是什麼署？警政署，還有條老厝嘅公務員看到佢就嚇到噼噼唰啦。那是什麼署？廉政公署。當都我哋也有好幾條老鼠。那慘過啦嘛？好啊，唔講啊，身手不凡啦。唔講。哎呀，是什麼鼠做的啊？上天落地，啲天堂搬來搬去，啲雲河呢啊，搬來搬去，是什麼鼠？什麼鼠啊？太空飛鼠。對呀，錯，正常的那什
个署专门管理这个太空飞署。是什么署？太空总署。还有啊，是什么鼠？它会2只脚站着，还会讲英文。什么鼠？米老鼠。呢？湖南华凤南六空南烟最好的马该处。是什么鼠？有情人终成眷属。